个大肚子的还在，就是你的头还在。我们照相的时候，他耶，然后再这样才离开。就是当老板的时候最慢走，大概是这个样子啊。所以都是就第2个礼拜换博士，1、2个时间请他，一样是这个小朋友来，一样看见，就是老天慈悲啦，透过一些信息跟我们讲，道真理真天命真，不要忽视它。还有点道，我们这个点贤啊，求道点贤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最左边叫服务仪会，他点完道跟我说，第一个，紫色的云彩充满了整个东京的佛堂，就这个佛堂。然后呢，最 shocking 的最震撼的是什么呢？点下去，很强的冲进去，能量好像中弹一样。我说整个人快要倒下去了，我说还好，梁师你很好心，他不晓得你很好心从后面走过去，一股磁强顶着，我才没有倒下来，谢谢你。所以就是这样子，非常奥妙啊！就是点道，道是无形无相的，可是它是有威力的哦，神威力啊。那这个被免的，就是说他有一个叫李秀美，她是一个小歌星啊，她到日本去工作，她引导师叫林建贵，她在我前半年，她有个特色，她一些广岛看到很多人死掉，她就说很发自慈悲心，我要帮助你们，这个越不能随便花哦，很多耶律文呢，最开始他就发现7、80条灵，有蛇有猫有狗有外国人有中国人，都会跟他上大声，会跟他讲话这样子，所以他碰到陌生人都会说对不起，如果我很奇怪的时候你要原谅我，那不是我。他碰到我的时候一样说，我要是很奇怪的时候，你不要见怪，那不是我，都会这样讲。